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的修正草案，拢总16个版本。都小党联手开记者会，呼吁朝野爱做伙推动托育改革，淘汰无适任的任务，避免搁出现后一个开案件。不是让保姆淘汰退潮。时代力量台湾激进甲台湾列党29早起伫立法院昆贤楼门口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朝野立委爱全力支持修正儿童托育服务法，因为行政院版本的草案欠缺年母退场机制，所以主张对年母日常违规行为应该建立记点制度，若是记点达标，应该暂停收托，甚至废止执照，避免后一个开事件发生。行政院的版本当中，只有要求限期改善，不会留下违规的记录，只要不犯下大错，就可以小错不断。我们当然同意建立保姆的违规记点制，但是我们希望网络登载确实让不适任的保姆有迹可循，也有退场机制。另外，在野党嘛指出，儿童托育专法应该明定所有的托育机构必须装监视录影设备，各甲影像团起的主管机关所指定的分段平台，保存至少30天，通避免无卫面这种伤寒的情况发生。而且嘛，应该推上年母评鉴制度，让家长会当掌握年母的照顾品质。怎么样去把这些所谓要祭典的事由，那在法律里面能够相关的明文化？那这边可能在后面在立法的过程中是需要做一些讨论的。立法院卫权委员会29审查儿童托育服务法修正草案，因为行政院版本、各家朝野立委所提出的版本拢总16案。卫福部强调，各界意见拢会纳入修法的参考，期待台湾托育环境更加完善，让更加侪家庭甲儿童得到好处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